在世界屋脊之上，普若冈日冰原宛如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。这片世界上最大的中低纬度冰川，以其雄浑壮阔的气势，深深震撼着每一位有幸目睹它的人。它是大自然的杰作，是地球的珍贵遗产。冰川、湖泊、沙漠，这三种难以并存的地理现象，在这里却和谐相处，共济相生。鳞次栉比的冰凌，巧夺天工的冰洞，置身其中，感受千百万年以来大自然鬼斧神工般造物的力量。抖音。